新一期开始不到1个月，美国国会再次聚焦维吾尔穆斯林所面临的人权问题。来自两党的多位参议员星期三重新提出法案，将禁止所有维吾尔人强迫劳动而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鲁比欧和民主党参议员莫克利带头重新推出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中国共产党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犯下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我们没有理由对仇视无睹，相反，我们必须尽我们的力量来阻止他们。鲁比欧还提到，这项法案的目标在于阻止由维吾尔强迫劳动而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供应链，避免美国企业从中获利。莫克利也在声明中说，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东突厥散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施加酷刑、监禁、强迫劳动等做法，并迫使他们放弃原有的宗教、文化习俗等做法。这一切不能被漠视忽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美国在中国的南中海海洋主张上拒绝接受被视为超出国际法允许范围的主张。美国也会与东南亚国家一同应对来自中国的压力。美国国务院在官网发表声明，提到布林肯在与菲律宾外长通话时，东南亚声索国面对来自中国的压力，他誓言支持这些声索国。国务卿布林肯承诺将与面临中国压力的东南亚声索国站在一起。据南华早报消息报道，印度总统考文德说，为保护国家主权，已在实际控制线边界地区部署额外部队。对议会发表讲话的考文德说，印度已部署额外部队，以保护印度在实际控制线方面的主权。两国之间喜马拉雅山脉环绕的未确定边界线，导致中印之间发生主权争端。印度外交部长在1月28日的讲话中说，去年的流血冲突已严重破坏了两国关系，并指责中国在边境部署部队和建设基础设施。英国针对香港人的 BNO 签证通道将于1月31日开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9日宣布，自1月31日起，中方不再承认所谓的 BNO 护照作为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BNO 签证全称为英国国民海外签证，即使拥有 BNO 护照的香港人及他们的近亲、受养人将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申请这一签证。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这一举措履行了英国与这片前英国殖民地之间深厚的历史联系和友谊。匈牙利成为第一个批准中国国药集团新冠疫苗的欧盟成员国，周五签署了一项购买500万剂疫苗的协议。此前一周，该国成为第一个购买俄罗斯 Sputnik V 疫苗的欧盟成员国。在欧盟内购买辉瑞、莫德纳和阿斯利康疫苗的困难，导致像现在世界许多地方一样，在欧盟成员国对俄罗斯和中国疫苗进行了重新评估。